在离开之前，我顺着他的肩膀，偷偷的往下看，却看见我娘躺在血泊当中。那只手，那只手。我发现这些石头，它们的闪烁是有规律的。你这个是什么法宝？是我们总坛的东西吗？不是。看样子，你这个法宝也许能打开这扇门。
以万物为刍狗。他们应该是黑心老人和合欢派的教主精灵夫人。哎，小心！没事。这个黑心老鬼，居然在盒子里面放蛊尸毒！放下你的执念吧，如今已不再是炼血堂独霸天下之时了。正是我派示威，方不得不出此下策。我何尝不知，局势紧急呀！你为什么不退后一步啊？韬光养晦，图谋再起，直到现在，你还要复活一只无法控制的邪神吗？我与枯心上人大战3日夜，始终奈何不得彼此，更身受重伤，才不得不隐藏在这地宫之内，苟延残喘。万一正教大举进攻，今日你我便要葬身此地。而你以为炼血堂一倒，合欢派还能独存吗？就算我全派覆灭，我也不愿意将本派的命运交到一只邪神的手里。你醒醒吧！你醒醒吧！兽神，昔日出生，10万大山千里南疆，顺承焦土。你以10成功力全力以赴，尚不能诺其万一。如今你修为尽失，若强行启动灵兽血阵，使用天书，你不等兽神复活，就会遭到兽神反灭，爆体而亡。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
些年，你究竟将我摆在什么位置？明白了，门派大业，力量才是你的执念。我等了你数百年，却是我一厢情愿。我派遭厄，衰微已久。为救我派，我无数教众，披肝沥胆，艰朴后继。唯愿圣母明王，垂怜苍生。连接他！沉睡千年的兽神之魂，在此召唤你，在幽冥的深渊中，醒来吧！醒来吧！不见天日的漫长岁月，被玲珑背叛的恨意终于结束了。要是一名充满野心的人类，便赐予你无上的荣耀，成为我复活之后的第一个祭品。
血去，更为牺牲。灵儿，不要为我用持行咒，快走，灵儿！三生七世，六斗阎罗，只为情妇，虽死不悔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虽然无法阻止你，至少能做到与你一起去面对。灵儿，我悔不该当初，我一意孤行，不听你的话。不要后悔，至少我从未。前世种种，修图霸业，不过是一场虚无幻梦。虚无幻梦。
未能聚齐5卷天书，手中仅此1卷，便贸然召唤兽神，制造今日这祸患。与我归晋之后，本派弟子可各寻去处。地宫将永远封闭。至于天书，天意冥冥，自有定数。茫茫众生，谁是命定之人？千百年后，若有人拿到噬血珠，将再次开启地宫，义必须继承我遗愿。精灵清脆是血雾，有张小凡为我们打头阵，必定可以找到滴血洞。原来这就是噬血珠，难怪啊！我不会把噬血珠给你的。这本来就是我们门派的东西。你不是要吗？我只不过是好奇看看。之前金宇说，它会影响你的内心。你是担心它会影响我的身体？我可没说啊，你别想那么多。之前我确实这么想过，可是就在刚才，我发现我可以控制它了。这可是炼血堂的圣物，你持有它，以后……那怎么办？我可不想跟魔教教众……我也没让你跟魔教的教众怎么样嘛。我只是想问你，黑心老人的遗愿要不要完成？不可能。算了，他的遗愿不理也罢。铃铛燕，百花凋，人影渐收鬓如霜。深情苦，一生苦，痴情只为无情苦。可惜了精灵夫人，那么的精彩绝艳，最后却被这个臭男人给辜负了，痛苦一生，多不值得啊！可是他说过誓死不悔。哎，碧瑶，这个痴情咒到底是什么？咒文是我派自古就传下来的，据说是一位聪慧女祖师从天书中悟出来的。但是只能女子修炼，会让女子用一身精血化为力咒，威力绝伦。这哪叫什么痴情咒啊，应该叫做沥血咒。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人使用它。一生总被痴情锁。我娘曾经说过，情到深处就是为爱牺牲，永坠阎罗也是无怨无悔的。
这轮回珠果然厉害啊！小凡和碧瑶到底在哪里？什么东西啊？是黑心老人豢养的妖兽，黑水玄蛇。你们看蛇肚子！小凡，是小凡！快救人！小凡！别打他腹部，小心伤到小凡！天煞灵光，震山峦沧海，伏龙鸾万兽。天煞灵光，震山峦沧海，伏龙鸾万兽。收！金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碧瑶和小凡呢？找也没用，他们早已葬身海底，或是被埋在巨石之下了。九爷，信不信我把你千刀万剐？你就算杀我100次，他们的死还有你外公的死，也不可能逆转。今日，我要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。你留着他，还能解你外公身上的蛊毒。我相信小凡没死。找不到张小凡，是不是掉到海里面了？不一定落海，此处通道甚多，很有可能是逃进其中呢。这样吧，我去找找看。我也去。你待着就行了。曾叔叔，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我还没说你呢。你自己冒冒失失的下来干什么呀？我不是让你留下陪着外公吗？哼。若不是你背地里和魔教勾三搭四，外公会变成这样吗？那你呢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？你不就是想要地下的宝物吗？小凡已失踪10多个时辰了，
你们别吵了。哎，雪琪，雪琪，雪琪，雨寻，我知道你在找什么，不如我们俩做个交易。不好，走。准备。小凡，鬼先生，你干什么？遵从你父亲的命令，当然是用张小凡作为复活兽神的祭品。不行，你不能复活兽神。无主，终于等到你现身了。张小凡，无需挣扎了，你体内至纯的阳派功法，对于兽神之灵的强大力量正是有用。快快做个炉鼎吧！这次的祭品，我很满意。小凡。走，小凡，小凡，你们去救人。
自由了，哪怕灵体只能存在短短的片刻，也要把你们全部人作为祭品。周兄，快把小环带走！好，快！吴爷爷，你要小心啊！干嘛？鱼都城既然建成于此，必将有再次封印你的方法。别过去！魏兄，魏兄！外公，外公，小环，外公，小环，外公，别过去！小环，外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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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秦无言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如今你居然成了一条丧家之犬。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要动手就快点吧。本该即刻处死，不过眼下师父重伤未愈，门中正值用人之际，我就饶你一命。跟我回毒蛇谷吧。当然了，你我对师父一片忠心，又怎会轻生呢？若非碧瑶不分轻重，扰乱了先生的布置，以你的缜密心思，不该棋差一招，功亏一篑。说来这也是天意，宗主不必怪责于他。只是藏于滴血洞中的兽神之血，竟然会被黑心老人的执念所碎，着实可惜。罢了罢了，炼血堂以血之术闻名，复活了兽神已充满戾气，不受控制。好在我们在那个人身上留下了一份兽神之血，以供寄生。如此，若兽神能够在他身上转生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先生，可是仍有疑虑？宗主将兽神之血用在那人身上，想让他成为兽神转生的身体。可以我之见，宗主倒不如用张小凡。此次，我通过他身上的嗜血珠找到滴血洞，可是没想到，他竟然又得到了天书之力。哼，冥冥之中，为造化弄人。不知宗主可否设法将他收归门下？青云和鬼王宗向来是水火不容，只怕……我看他与碧瑶的关系，非同一般。兴许还有机会。这第一卷天书，我们迟早会拿回来的。现在不妨就让他先留在张小凡身上。至于这第二卷天书的下落，至今还隐晦不明啊。当年黑心老人已经调查出第二卷天书的下落，只不过被2名奴隶窃走，其中1名后来成为余都城主，而另1名多年之后被炼血堂的弟子捉回。严刑拷问之下，已经追查出天书的下落。此事就记载在避火天冰湖的典籍之上。只是炼血堂千年兴衰，此事早已淹没。听说关系到一部重要的功法，只是此功法从未引起人的注意。现如今想来，应该就是另一卷天书，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何处。
方辛苦忍回顾，悔不及难相处。金陵清翠是写物，一生总被知情诉。唉，也不知拿着嗜血珠那小子，如今怎么样了？真叫人心焦啊！谁心焦了呀？张小凡他就是一个傻小子，我想谁我也不会想他呀。想谁也不想他。那这个谁，又是谁呢？喏，这是什么？吃的，吃吗？哎，你别吐出来，这可是我熬制7期49天才制成的。你忙了7期49天，就是为了整我？你也太闲了吧！这是无言给的方子，让我炼出辟百毒的大补丸，以免你啊再次被万毒门的人给整了。秦无言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青龙大哥，你认识他对吧？你告诉他，让他给我等着。他还托我向你道歉，上一次啊纯属误伤。整个万毒门的人追着我和张小凡9条街，这叫误伤？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，他那也是奉命行事，身不由己，你就多担待担待吧。而且要不是你老坏了万毒门的事，毒神也不敢对付你。还不是爹让我做的，说的好像他跟老毒怪的交情有多好似的，当面笑嘻嘻，背后捅刀子。怎么，鬼先生跟我爹告状了？告状倒没有，不过想必宗主也猜到了，你这次啊是胳膊肘朝外拐了，坏了他跟鬼先生的寂寞了吧？他还不是一路瞒着我？哼，复活兽神也不告诉我，还让鬼先生利用张小凡布了那么大一个局，就是为了骗张小凡进去当祭品，还害我陷在里面出不来，这不是摆明了不相信我吗？我是谁啊？我可是他女儿。正因为你是他女儿，所以许多事情才不能告诉你。而且，复活兽神实在太凶险了，事实证明此方法不行。反正什么都是他说的，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算了。哎，这刚回又要上哪儿去啊？青龙大哥，他们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他们？谁呀？就是，林金羽、曾叔叔他们呀。哦，他们啊，他们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张小凡。青龙大哥，就刚这么一会儿，你就提到3次张小凡。你看着我，老实告诉我，这小子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这么惦记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同生共死过几次呗。那个傻小子，总是照顾不好自己，平白的让人……碧阳，你幽姨有跟你说过一个叫万剑一的人吗？有些事，有些人，注定不该有前程。幽姨，万剑一。件件祸事，皆因此物引起。我把这颗珠子交给你，找一个无人的地方把它给扔了。
陆师姐，小凡，那天我跟金宇没来得及去援助你，希望你不要介怀。没事的，我们能从那个地方，大家平平安安的出来，已经不容易了。可惜未能救下老城主。叔叔怎么样？还在发呆。亲人的离世让他很痛苦，一时之间很难释怀，怎么劝都没有用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会好的。你们和魔教啊？算了，不必再言。鬼先生一直在利用我们，也在利用碧瑶。他们寻找滴血洞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复活兽身。小凡，到现在你还在执迷不悟。碧瑶跟他们是一伙的。如果碧瑶一开始就抱着骗我的目的，他就不会这么多次救我了。救你性命，是为了开启滴血宫。虽然我不知道在祭坛里发生了什么，但是魔教妖人居心叵测，防不胜防。老城主也是死在他们的纷争下。你们不想着去报仇，一个沉浸在悲伤当中，一个在这里发呆，你觉得这像什么样子？师姐，世间本无正魔，只是人心分善恶。你看这于都城，正与魔不是相处得很融洽吗？而这也是老城主为之守护的一切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因为碧瑶而跟鬼王宗同流合污的，但也不会与不作恶的人为敌的。随你吧，我先走了。师姐，去哪儿？回青云。放心，我不会告诉掌门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但若有一天你身陷魔障，我必先亲手诛杀你。该你了。少城主一直这么跪着，谁劝也不起来。曾叔叔，你都在这跪了1个多月了，外头百姓要赈济，平儿姐姐要来朝你告别，水渠要修整，城北的田地要重新开荒，都等着你呢。曾叔叔，就你难过吗？大家都难过，我不难过吗？可是这样又有什么用？我爷爷做了这么多，难道就是每天看着你哭丧着脸，什么都不做吗？曾叔叔，你醒一醒！
我锦绣房子来到于都之后，不扰民不犯事，如今也已经答应了你们的要求，就让我再去祭拜一次老城主，又有何妨？公子，我希望你事情不要做得太绝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谁还想与你们相见？要不是你们魔教把于都当成自己的地盘，搅得腥风血雨，外公又怎么会去世？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，万独门所为与我合欢派何干？谁知道你会不会是下一个严烈？你，即日起，魔教派系不准再留在于都。金老板，我没有动手赶人，全是看你的面子，劝你不要拖泥带水，否则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？让曾叔叔出来。曾叔叔几番推脱，不思进取，现在我就是城主。是谁说我几番推脱，不思进取？李寻，外公刚刚离世，没让你守孝3年也就算了，如今尾期还没过呢，你就在外公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赶人。这个位置，也是你能坐的。起来，我让你起来。金老板来到这儿是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别的没有，只要你一句话。我锦绣房内不全是合欢派的弟子，本派弟子我会全部带走，剩下的不会武功，仅会刺绣这一技之长，不能跟着我颠沛流离，望你妥为照顾。还有，我想去给魏老磕几个头，感谢他收留之恩，就这些。外公在世之时曾经说过，于都是我们所有人的家。金老板既然要走，我不强留，但你若要留下，也无妨。相信我。金老板待在于都，没有人敢撵你们走，也没有人敢和你们过不去。我把话放在这儿了，金老板，有什么事的话，尽管找我。曾叔叔，你是打定主意要与魔教狼狈为奸了是吗？外公在世之时，何曾说过什么人要走，什么人要留？金老板既然未有过错，那为何要走？好。很好，既然你是非不分，让于都成为魔教的窝点，那你就给我等着！李寻，要不是曾叔叔在滴血洞中救你，你现在哪有性命在这里大言不惭？要说黑白不分和忘恩负义的，应该是你吧？就是，还不快走！叔叔，你终于想通了。金老板，让你见笑了。哪里？你愿意挑起城主的担子，对魏老还有全城百姓是最好的宽慰。金老板，你在于都多年，见识颇广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请教不敢，只要我懂的，定会倾囊相告。这于都刚遭大劫，我外公又刚刚离世，城中百废待兴，我需要几个得力的助手，不知金老板是否认识一些能人异士？知人善用，确实是守卫于都的关键。只是我也是女流之辈，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。但是我听说城南的桐城英雄阁，是一个广纳人才的好地方。桐城英雄阁，我知道啊。我听说在英雄阁上放榜招揽需要的人才，就能找到合适的才俊呢。小环，那你改日可得帮我跑一趟。嗯。城中府招聘啊！我也要去。这下叔叔不缺人手。您帮我卖。
李寻回焚香谷了。曾叔叔让你不必介意别人说什么，就在于都城中住着。有他在，便不会有人为难你们。可是众口铄金，我们毕竟不是正道。今日李寻一去，曾叔叔收容我们一事，定会在各派之中众说纷纭。万一牵连到此地，令于都再次陷入正魔派教相争的漩涡，又让我如何自处呢？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臂力千仞，无欲则刚。自己站得稳，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些什么？何况世间亦有改邪归正一说。世间之事，在你眼中，什么是邪，什么又是正？我不想问，也不想多说什么。我只知道，如今的于都再经不起反复。曾叔叔初继城主之位，我也不能再给他添麻烦。如果有朝一日，一切能够恢复，也许我还会回来。上次多谢你替我洗脱冤屈，我身无一物，只能祝愿你平安喜乐。有缘再会。你们要去哪里？是和鬼王宗结盟吗？既已脱离是非，何苦又再回去？找一处无声之地住下，避一时风声便是了。我岳父一世英雄，脾性跳脱古怪，没想到临了，却是这般轰轰烈烈。雪琪未在万福古窟中找到天书，恐怕已落入到鬼先生的手中。传说中的5卷天书，鬼王只得其一，现下对他来说起不了多大的作用。于都城遭遇巨变，坐镇的只有几名弟子，这着实让人有几分放心不下呀。怀璧其罪，魔教各派纷纷入驻于都，实际上是为了这万福古窟。如今天书已被劫走，这滴血洞又深埋在地下，依我看，这一时半会儿，于都不会再有危机。倒是这天书，是啊，没想到鬼王如此狡猾奸诈，我们绝不能让他再得到其余的4部了。我以为天书一说，乃是上古传闻。此次调查万福古窟，我亦是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却没想到真有此事。然而，这天书散落世间已经1000余载，要想搜集信息，犹如大海捞针。你们说，该如何找法？无非是守株待兔，尾随魔教，伺机而动。也罢，骆雪琪暂回小竹峰养伤。义才暗查魔教多年，我会派义才下山一趟，前往于都，权宜行事，帮助曾叔叔。另外，也可以监视魔教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我们汇报。
是你。我说过我会来找你的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说过，我是不会为虎作伥的。哦，是吗？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？这瓶子里的药虽然不能完全解除你兽神之血，但是它能抑制你短期之内不发作。你这个月的发作时间应该过了吧？是不是很痛苦啊？想必你每天还要隐藏着自己不被发现。在青云的每一天里，你是不是感觉如履薄冰啊？嗯？谢谢，谢谢。你拿好啊，别着急，都有啊。是，拿好。来，给您拿好。乡亲们别着急啊，都有都有。这是您的，拿好。谢谢谢谢。来来，谢谢，应该的应该的。是。下一个。谢谢。慢走。太好了，对。来，谢谢，慢走。天凉了，趁热喝。来来来，趁热喝，拿好。来，趁热喝。天气凉了，趁热喝。大哥，你们这儿拍什么呢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？这位周老仙人啊，悬壶济世，他孙女儿呢也是个大善人。这不，在给大伙儿发放风寒灵药，预防寒冬呢。来来来，天气凉了，趁热喝。嗯，谢谢谢谢。给，拿好。过来。这样，大家先把挖出来的淤泥抬到山后面埋了。是是。大家动作稍微快一点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好，这给我。小叔叔。小凡，我找你老半天了。小环说你这2天在疏通河道，可不是嘛？我设计的河堤，我不来通谁来通啊？嗯。很久没看到你在城主府出现了。别提了，经费预算、开田、重建、赈济、组建城卫队，这已经忙得我是脚都不沾地，累得跟陀螺似的，哪有空回城主府里喝茶呀？你说李寻他们会带着焚香谷的人杀过来吧？他敢？他拿什么理由？他偷咱们设计图的事儿，我还没告状呢，被焚香谷的弟子知道，我看他那张脸往哪儿搁。叔叔，很多人都说你变了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以前的你。我当然是我了。小凡，放心吧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在你们面前，我永远也不会变的。想干嘛？又想干坏事啊？我没干坏事啊，我是好人呐。不对，狗爷我可是坏人。我警告你啊，别再惹是生非了。谁惹是生非了？我就是过来跟你告个别。狗爷我要回胡岐山了，都给我等着，走着瞧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快走吧，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干嘛？临走前还想挨顿打？
我把人给你叫出来，给你一顿告别打。别，那我走了啊。这个赏你了。我不要，你干嘛老是给我这个？这是狗爷的娘留给我的牙，拿着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我不要。你不用报答我了，拿着。谁要报答你啊？你想太多了吧？拿走。来，兄弟们，来，喝！来，赶快努力啊！好啊，你这个叛徒，年老大就死在你手上了。住手！于都城内禁止厮打，你是谁？改天狗爷再跟你们算总账。萧师兄，野狗没有什么坏心肠，师兄高抬贵手，跑了就算了吧。算了，魔教中人狼子野心。那野狗又是炼血堂的余孽，当初年老大犯下多少恶行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张师弟，平日在师门里，田师叔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师兄恕罪。小凡的意思是，既然跑了，这种小喽啰就不用大费周章地追下去了。师兄，掌门和师傅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林师弟，你与陆雪琪调查天书之时，可结果呢？我在师门中替你们求尽了情，才免于你们回到师门中问责。可你们呢？你们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在于都城闲逛，日后掌门师尊问起来，你让我怎么交代呀？多谢师兄，是我们错了。多谢师兄。师兄不会真的生咱们的气吧？应该不会吧。他在魔教潜伏了这么多年，对魔教自是深恶痛绝。我们以后在他面前说话小心些就是了。于都之事情况复杂，咱们同碧瑶还有金瓶儿，师兄不问，就不要提了。总而言之，正魔殊途，少谈为妙，免得惹师兄生气，让师门知道就麻烦了。